张党搁再来关心中国去船的船员做事的时，一个无细里夹断手指头啊！早起时10点钟，顺风船接到通报，讲一个中国姓邱的船员伫咧船做事的时，无细里倒手中载甲机载过夹断，赶紧派顺风船来到现场，嘛顺势甲这个受伤的人送去病院治疗，该在无生命危险。你赶快下来，快来！顺风船接到通报有人受伤，唔敢大意，所以就赶去现场，真细力将受伤的人扶落来楼梯。这个穿着肤色外套的受伤的人，真虚弱，坐伫咧担架顶。详细看，伊的手指头拢是血。救护人员赶紧替伊来治疗。原来伊伫咧货船顶做工课时阵，无细力来受伤。意外就发生伫咧13号早起10点外，伫咧家人大武仑啊，这个中国籍姓周的船员伫咧货船顶悬做工课，无注意倒手的中载甲二载，互物件夹断。11点40分，顺风船到现场顺利接到伤者。11点55分，就到码头将人送去救护车，随着送去家人重庆病院。好佳在送病院了，无啥物要紧。海巡署出动的速度真紧，执行任务圆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